馬塞爾酒莊擁有25代釀酒工藝，自14世紀開始釀酒和種植葡萄。酒莊由馬塞爾家族100%擁有和經營，是意大利最負盛名的葡萄酒品牌之一。Castello di Fontarutoli 酒莊是馬塞爾旗下其中的品牌。葡萄莊園位於 Chianti Classico， 是馬塞爾家族最為得意的葡萄莊園，由意大利原生葡萄品種 Sangiovese 和 Maraschia 到國際品種 Merlot 和 Cabernet Sauvignon 都有種植，因此這裡出產許多 Super Tuscan 風味的葡萄酒。Concerto di Fontarutoli IGT 2021葡萄品種 Sangiovese Cabernet Sauvignon。Concerto di Fontarutoli 誕生於1981年，反映 Tuscany 產區釀酒的超強新趨勢，用非當地原生品種混合釀製。Concerto 是 Super Tuscan 的先驅和重要成員之一。Concerto di Fontarutoli 帶有濃郁的酒體，帶有黑莓、藍莓與黑加侖的芬芳，結實的力度融合如絲綢般的單寧與緊緻的果香，是一款典型混釀的美酒，配搭食物、芝士香料、風味料理燉濃味菜式。Philip Toscana IGT 2020葡萄品種 Cabernet Sauvignon。Philip Toscana 是以家族中名望顯赫的先人 Philip Massey 而命名的酒款。他是一位充滿熱情的葡萄種植者、醫生、政治家。這酒也同時代表 Philip Massey 的革命情懷。Philip Toscana 酒帶有藍莓和黑櫻桃的芳香，以及淡淡的花香香料、黑朱古力的味道。酒體飽滿，單寧堅實細膩，層次分明，餘韻悠長。配搭食物烤紅肉、辛香料理、藍芝士、硬芝士。